耶和华赏赐我一切大恩，我要用什么报答伊？我要捧起救恩的杯，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伫伊众百姓的面前，对耶和华谢我的愿。咱即马做伙起立，吟圣诗第9首，万有三甲自一欢喜。即马三甲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三甲祈祷。愿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必成，伊对你亲入于天年。阮的日时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试，就叫阮脱离了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必了倒人来受苦，并是过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这是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
咱即摆来启应，启应文57篇。启应文57篇，也是约翰福音15章，由我来启，正兄做来引。我是真的葡萄树，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伊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甲恁结连，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高大气的枝，互人ฮ็出去外面。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带领，互阮遮个受阮的囝儿会通平安喜乐，经过逐样的试炼，透过网络直播，伫阮逐人徛起的角落，做伙敬拜你。阮要献上感谢阿罗你。主啊，阮要降服伫你的面前，将阮的心思意念计划到头前的道路，完全交托互你。求你的神教示阮，逐工搁较亲认捌你，搁较诚心听你，紧紧跟随你，专心倚靠你。对今年以来，全世界各国拢受到武汉肺炎的死实病痛威胁的时阵，感谢你，互阮人类有机会会通搁反省，搁较明白阮的卑微甲有限。求你互阮会通倚靠你的大能力。陪伴阮平安度过这阵啊，不管是心神、肉体，还是经济问题，拢会通紧紧恢复正常。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阮，会通熟读圣经，用圣神带领阮明了内底宝贵的教训，学习你爱阮实行的道，时时警醒，成做好的基督徒。结好果子，分享好消息，予世间人。阮中间有软弱的，拄着试炼恶担当的，出外做兵考试，也是食头路，身体欠安的。因为代志无法度来到你面前的兄弟祈祷，求主纪念因，赐圣神甲因同在的力量，互因会通平安喜乐，得你扶持。今日的敬拜，求主的圣神对头到尾临到阮中间。互张牧师分享的信息，感动阮，帮助阮，搁较明了你的旨意，真做阮一样的尊敬。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献歌队。
咱即马来看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8节。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8节。我是真诶葡萄树，我诶爸是做园诶人。见若连伫我诶枝无结果子诶，伊就散起来；见若结果子诶，伊就收互伊清气，互伊结果子搁较济。但恁因为我所甲恁讲诶道理已经清气啦，恁着踮伫我，我也踮伫恁。设施既无连踮伫葡萄树，就无会家己结果子。恁若无踮伫我，也是安尼。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踮伫我，也无踮伫伊个，就结果子侪侪。因为甲我相离，恁就袂做甚物。第6节，人若无踮伫我，就受气杀伫外面，亲像枝煞孤单。人捡因ฮ็落火就烧去。恁若踮伫我，我的话踮伫恁。凡若所爱的，恁着求，就要互恁成。恁结果子济济，对安尼，我的爸得到荣光，也恁要成做我的学生。愿祝福听伊的话，佫去行的人。咱即马正道，请张牧师，伊要正道的题目是结果子济济。咱个拜三甲来祈祷。伊爸，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伫遮组织，阮要透过你的话语来丰富阮的生命。主，阮恳求你的神教阮三甲伫地，互你的话语伫阮的生命内底来引带阮的一生，互阮成做一个结果子的人。主，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另外这大家平安。今仔日的经文哦，虽然敢有8节吼，短8节的经文，不过这内底非常的丰富吼。我想今日的时间可能无够我用吼，所以我短甲这节的经文吼，小可甲整理一下吼。耶稣基督伫这个约翰福音有讲过7个我是哦吼。第一个我是生命的粮，第二伊讲我是世界的光，第三伊讲啥？我是羊的门。第4伊讲我是好的牧者。第5伊讲我是果我甲生命。第6伊讲我是道路真理甲生命。第7就是咱今日所要分享的，我是真的葡萄树我是真的葡萄树。约翰福音15章的第8节是咱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上重要、甲上关键的一个结论啦。所以这段经文咧处理啥？我踮伫你的内底，你踮伫我的内底，安尼足绕口令安尼吼。其实耶稣基督咧处理一个代志，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到底是毋是一个结果子的一个生命吼？所以15章的第8节是上重要一个经文。伊讲啥？恁结果子济济，对安尼我的爸得到荣光，也恁要成做我的学生啦。看到这节经文，咱来想起来，耶稣伫遮非常清楚来表明伊对咱人的心意。这个心意就是啥？就是伊爱咱的生命是一个结果子的一个生命。这段经文内底有足侪安尼足美好的一个应允。上帝创造咱，伫咱的身上，伊有足侪计划，伊有足侪安排。不过，遮个计划、遮个安排，拢要安怎？拢要互咱成做一个结果子的人。所以安尼看起来，基督徒做一个上帝的囝儿，咱的一生袂安怎？袂讲安尼一事无成，袂啦。
袂讲安尼足功夫的，咱的一生袂讲足无聊的，拢一寡趣味都无。因为上帝的计划就是要互咱的一生结果子，而且结果较济，所以咱的一生绝对是足精彩的。伊的计划就是要互咱伫咱的人生，不管咱伫啥物阶段，不管咱是啥物年纪，咱每一个时阵，咱拢会过一个结果子丰盛的一个人生。伫即段经文内底有三个角色，即三个角色就是最远的，甲葡萄树，甲枝啦，葡萄枝。约翰福音15章的第1节，伊也有讲：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造园的人。伫遮看到三个角色，第一个角色就是耶稣基督家己，伊讲啥？我是真的葡萄树。第二个角色是啥？就是造园的人，就那亲像即个农夫的一个角色，就是天父啦，天父上帝。想到遮，咱有感觉足兴奋的无？即礼拜阮查囝咧考试考了哦，你若考即个成绩安尼哦，伊讲老爸教就是你教啊。即个韩漫老爸教出足无好的成绩，毋过伫咱遮咱放心，咱栽培咱的人，教咱的迄个人是全世界第一名的师傅啦，就是咱的天父上帝。所以你放心，咱的一生交互上帝，绝对是精彩，绝对袂有迄个足歹看。像我查囝咧，老爸拢是你来教即个成绩啊，袂歹完。所以，甲咱栽培迄个人是啥物人？爱记咧是天父上帝，世界上厉害。第三个角色就是葡萄枝啦。葡萄枝是啥物人？就是你甲我。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咱所有的伊的即个学生，伊的门徒，像咱耶稣基督伫遮爱特别用即个葡萄树来做比喻，特别来点出讲，我是真的葡萄树咧。因为伫诗篇，咱也对诗篇第80篇的第8节，伊安讲，你对埃及山一丛葡萄树赶出。立邦来在伊啦，而且咱就应非常清楚，葡萄树是咧指啥物人？指以色列，指以色列。所以葡萄树来成做以色列的一个记号啦。伫耶稣的时代，圣殿的头前嘛刻一个足大丛的金的即个葡萄树，真侪人拢会想讲，我要来奉献金仔。来做一粒即个新的葡萄，加伫即个圣殿头前的即个葡萄树的即丛的葡萄树，迄足公营的代志。毋过呢，咱伫遮看到葡萄树是以色列的记号，毋过伫旧约圣经内底，讲到即个葡萄树，拢大部分拢是讲到啥？伊的败坏啦，伊的败坏。所以常常甲伊的败坏连做伙，咱看即个先知书以赛亚书第5章的第4节，伊讲：我为我的葡萄树所做的以外，还有啥物通做呢？我毋望以色列你是好的葡萄树，但颠倒结出即个野葡萄咧，变做野葡萄，变做外邦的。耶利米书第2章的21节，伊讲啥？若是我捌栽种你，是上顶的葡萄树。是真的种子，你对伫我怎样变成别款？即个葡萄树的歹枝啊，已经变质啦，所以耶稣基督伫遮咧讲的意思，讲我是真葡萄树的意思是啥？恁遮以色列人，你莫掠讲恁以色列是上帝真的葡萄树的一个葡萄枝啦。恁遮以色列人，就是亲像遮的先知所讲，已经诚做败坏的葡萄树。甲我耶稣基督，才是真的葡萄树。恁以色列这个系统，已经无法度互恁来得到救。你要得到救，
唯一的办法，就是安那，爱透过我耶稣基督，为恩救你的，就是安那，教我建立迄个活泼亲密的即个团契的生活，就是教我建立迄个葡萄枝甲葡萄树的迄个关系，你才法度得到救啦。所以若安尼看起来，咱基督的信仰，毋是咧讲一个仪式，毋是咧讲功德。基督信仰上重要是啥？是一个关系的信仰。这个是啥物关系？葡萄枝甲葡萄树的这个关系。这个葡萄枝是毋是结连伫这个葡萄树啊？所以咱照着信耶稣基督来建立迄个关系，进入迄个枝甲葡萄树的关系，这是咱生命得到活力的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基督徒的一生会记哩，敢一项代志，都是咱来努力安那，互家己即个葡萄枝能连伫即个葡萄树的面顶啦。所有人的信仰一开始就是安尼，开始连伫即个葡萄树开始，咱所有的一切都对即个葡萄树源源不绝，一直来供应咱所有的人生的问题，嘛透过即个树，才有法度，互咱得到活命。当咱若甲即个树若结连迄个关系的时阵，咱的生命会参像即个诗篇第1篇所讲的，讲啥？伊的生命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啊嘛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亨通啊！嘛，参像耶稣基督来，伊讲我来是要叫羊仔得到生命，并且得到更加丰盛。用保罗的话来讲，就是圣神的交款的即个机制，人来欢喜和平、吞忍、慈悲、善良、忠信、温柔、甲尊赞。这都是一个葡萄枝连伫葡萄树应该结出来的果子。所以一个基督徒毋是假做礼拜日的基督徒。咱定来讲我是基督徒，要安怎看出来？我逐礼拜去教会做礼拜。我即阵疫情的期间，无法度去做礼拜，要安怎？要安怎看出你是一个基督徒？我讲一个基督徒上重要的即个特征就是啥？就是咱爱有一个结果子的一个生命。这是基督徒唯一必须要努力的。经文内底有2款的即个枝啊。第一个枝15第2节，伊讲啥？连伫我果无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整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整，互伊结搁较侪的果子。所以安尼看起来有2款的，一款的是啥？无结果子的枝，无结果子的枝，圣经安怎讲？要甲整起来。另外一款的是啥？有结果子的枝，要安怎？要修整。2个拢是整啊，一个是甲整落死，一个是安那，小可修咧。咱伫我果无结果子的枝，伊就要甲伊整起来。听到这有足惊吓无？我毋知会叫上帝甲我整起来无？基督徒毋免惊，爱注意。咱即段圣经我有讲对头到尾拢出于要处理咱结果子的问题。上帝的心意爱掠条，伊就是要爱咱的生命能结出果子。咱做父母的拢知，咱囡仔对细汉，咱用足侪精神的，用足侪金钱的，就是要来甲栽培。咱拢是期待伊有一个好的品格，下摆能出脱，下摆有成就。我讲过，上帝是栽培咱的人，敢讲上帝用尽伊一切的计划、一切安排来安尼来培育咱。然后咱要结果子的时阵，讲过你袂使结果子哦，你袂使甲补出来哦。上帝绝对袂做即款代志，因为呢，咱知一个农夫一个做园的人，结果子愈侪，伊的利益得着愈侪。伫15章的第8节，伊讲咱结果子侪的时阵，我的爸就得着啥？就得着荣光啦。所以伫遮咱看到
上帝的心意是啥？是爱咱结果子。无结果子，毋是上帝的心意啦。毋过伊遮做老实甲你讲，无结果子伊安那，伊会甲伊整起来，这是一个事实。毋过听到这毋免惊，我讲哦，啥人毋免惊？因为这段圣经节就是要处理讲结果子的问题。耶稣基督非常注重咱的性命是毋是结果子，哦，所以我讲注意听。只要是正常的即个葡萄枝，一定会结果子。谁人讲？伊爱做的一点就是讲，我甲我即个葡萄枝啊，甲黏伫即个葡萄树，安尼就好啊。你就保证一定会结果子。哦，咱敢爱做一样代志，互咱甲葡萄树会用保持一个连结的关系。我举一个例，我看约瑟的时阵吼，我看足奇妙哦。约瑟做宰相是啥物人的计划？约瑟的计划吗？从小立志我要当宰相，是毋是安尼？无呢，哦，上帝的计划呢？所以呢，约瑟我看伊的背景，伊怎样努力，伊嘛无法度做到埃及的宰相。所以今仔日，即个约瑟用做到即个埃及的宰相是啥物人做成？是上帝做成。约瑟唯一爱做的代志是啥？伊的一生爱行伫上帝的道路面顶，其他都交互上帝。上帝爱伊去做宰相，伊就变成宰相。哇！所以呢，咱会知，上帝那就比约瑟搁较爱伊做宰相。哦，所以咱的一生哦，咱只有能保持咱好好连接伫即个葡萄树，连接伫上帝，甲上帝建立关系，咱的一生保证会结果子。无结果子，迄是无可能的。所以咧，毋免惊去哦，即个上帝甲咱整起来。第二，有结果子的即个枝，伊就甲伊修整啦，哦，修剪干净啦。咱台湾哦是水果的王国哦，我最近哦去看哇。这叫啥物？雪蜜枣哦，这个枣啊吼，一粒枣啊吼，用安尼甲培育成8粒吼。这粒枣啊，讲爱500块吼，那迄个苹果安尼遐尔大粒吼。这个苹果这个枣啊吼，咧栽培过程当中，遮的这个做事人伊讲啥？伊讲哦，一丛这个枣啊树吼，用生1000粒的枣啊。毋过哦，伊甲迄个品质较歹的吼，甲迄个枣啊吼，较无好，较细粒的拢甲夹掉，爱加偌济粒，你知道？甲900粒加掉，剩留100粒。即丛枣啊吼，1000，本来已经生产1000粒，900粒拢叫加掉去，剩100粒。修正，甲迄个无好的拢修正，咱看到修正的结果是要安怎？目的就是要提悬即个果子的品质甲价值。伊讲伫个修正的过程当中，伊的即个结果子的即个枝啊，特别有抵抗力啦。所以咱知兄弟姊妹，咱的人生若要搁结出搁较好的果子，有品质的果子，咱爱接受修正啦。伊要来说话讲当咱要修正的时阵，咱嘛爱欢欢喜喜。所以呢，有真道的这个果子的枝啊，才会去修正，要互这个果子搁较有价值。咱每一个人拢毋望咱的人生搁较有价值啊，所以咱必须爱接受上帝的修正。若无修正，表示啥？这就无效啊，这就是无真道啊。保罗嘛讲。当咱洗礼了后，信主了后，真做一个基督徒。毋过咱的生命内底，佫有足侪属伫肉体属伫血气的真硬的迄款个性。咱若要结果子，遮的个性拢会真做咱甲即个葡萄树的一个脱害。咱无法度，或者葡萄树的即个养分来送甲咱即个结果子的即个枝啊。所以呢，咱即个栽培咱的即个天父，一定想办法来甲咱修正，想办法来对付咱遮的即个啥，即个属肉体、属血气的遮的个性。
所以一个人来，伊的性命若无互上帝来对付，伊的性命原来啊，佮足浅的肉体嘛是佮遐尼强，伊真恶得互上帝来使用啊。所以咱定定看到哦，看到啥？一个人个性足强的时阵哦，伊定定会拄着一个吼，伊的环境内底拄着个性比伊搁较强的人。上帝会甲你放伫一个环境的内底，上帝会甲你放伫你边有一个人比你搁较强，来修正来对付你。迄个人可能是你的头家，可能是你的另外你的翁、你的某嘛，可能是你囝儿。啥物人拢无法度对付你，有当时有恁囝就有法度对付你。雅各的个性有强无？有强，我捌讲过。比啥物人搁较强？圣经讲啥？讲上帝甲伊相演拢演输伊呢？甲伊摔跤拢无法度甲赢过。所以呢，上帝甲即个雅各放伫啥物人的下面来修正伊？拉班伊的阿姑有无？拉班伊个拉班，所以呢，上帝甲即个雅各放伫拉班的即个下面，互拉班来对付伊。拉班安怎对雅各，甲欺骗，甲讹诈他，咱华语讲的讲欺压他雅各伫拉班的厝里几年，20年的时间啦。所以我讲雅各足强的，个性足强的。强到啥物程度？上帝爱用20年来修正伊的即个个性，伊才有法度来改变。这20年内底，伊的阿姑拉班不断来欺骗伊，伊进前有无？雅各进前欺骗伊迄个老实的阿兄有无？意思用一碗红豆汤就骗伊即个大囝的即个名分。现在雅各互因阿姑来骗20年，骗20年久啦。所以上帝甲伊放伫比雅各搁较厉害的人的手下啦。上帝要栽培雅各，互伊诚做一个结果子园，诚做一个祝福别人的人。进前雅各的足侪个性拢爱拢爱甲修正。若无雅各无法度诚做别人的祝福，无法度互上帝来使用，嘛无法度结出果子来。进前的雅各，啥物拢用骗的，用抢的，伊的个性内底无光彩，无荣耀。毋过上帝是栽培伊的即个一个人，绝对伊无放即个雅各就安尼去啦。所以上帝甲伊放伫拉班的手下，有当时上帝袂甲咱放伫咧拉班的手下。所以咱常常嫌咱的顶视，嫌咱翁、嫌咱某无好，嫌咱的环境无好。我甲你讲，上帝常常是安尼透过即个环境，透过咱边仔周围的人，要安要甲咱修正。修正的目的，就是要互咱的生命内底，迄个歹的、无属地，拢拢甲咱整除啦，甲咱好的物件，甲咱留落来。这是足重要一个原则。所以上帝为雅各安排一个拉班，上时伊嘛安排一个啥拉结拉结这拉结就是甲雅各迄个生命内底上水的，拢甲印出来迄个。为着伊所爱的即个拉结，伊讲我为你工作几年？7年。结果7年了后，因阿舅有甲即个拉结来嫁互即个雅各无甲骗。结果伊为着即个拉结，佮继续来服侍伊的阿舅7年。所以14年久，圣经讲即个雅各为着爱即个拉结，看这14年久，哪参像几工尔。所以咱看到雅各内底迄个疼、迄个温柔，就走出来。20年甲雅各修正成另外一个人，所以有一天上帝对即个雅各讲：你毋通阁叫做啥物雅各。雅各的意思是啥？我逐项拢要掠，逐项拢要爱，逐项拢要抢，用骗的，用抢的，用一切的手段，我就是要爱。你打了后，你爱叫做啥？
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是啥？叫做尊贵的王主啦。这就是上帝要修正咱的生命的一个目的。上帝毋是要创治人，毋是要互咱的人生充满着艰苦。上帝要互修正修正咱来成做以色列，来成做一个尊贵的一个王主。这是真重要的。因为咱的结果子，所以上帝绝对会来修正咱的咱的生命。再来，常常伫主点伫主的内底，这是足重要。伫第5节，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点伫我，也我点伫伊个，就结果子济济。因为到我3年，恁就袂做啥物。所以这是足重要。基督徒的人生，耶稣甲咱讲无别条路啦。就用这个譬如，就是甲讲，咱的一生就是爱连接伫这个葡萄树的面顶。咱若离开这个主，咱的结果就是安那，就是孤单，到最后就是死亡，就是去用迄伫外口，互人摕去用火烧掉。撒旦嘛非常清楚一点，伊绝对袂互咱甲上帝的这个葡萄树来结连啦。所以，伊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叫咱来离开主。但是咱每一个人的身上用无共款的方法，有当时用咱周围的人，用咱的事业，用咱的学业，有当时用啥？用咱一个咱欢喜做的代志，咱嗜好，就用互咱来离开上帝。所以呢，撒旦。无管做啥物代志，都是一个目的，都是要爱咱离开上帝，互咱甲上帝这个葡萄树的这个连接断去啦。因为咱若无伫这个连接断去的时阵，咱就袂结果子，咱就无效啦。一个方法，灵修祈祷是保持咱定定伫主内底上有效的一个方法。一个老牧师讲。伊每一工拢甲即个魔鬼伫遐争战，咧争战啥？咧争夺伊灵修、祈祷、读圣经的时间啊！所以即个老牧师讲，其实灵修甲祈祷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争战，所以一个争战，所以即个撒旦会咱战争的时阵会集中火力来攻击咱的灵修甲咱的祈祷。伊的目的就是要甲咱的灵修甲祈祷，对咱的生命，对咱每一天的生活中，甲扭落来。咱若无灵修、无祈祷的时阵，咱甲上帝的结连都无去啊。当咱祈祷的时阵，咱知，咱祈祷，咱就用对天顶来领受上帝互咱的馈力。所以祈祷是基督徒的一个啥物？一个补给。是咱甲上帝建立迄个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当咱甲上帝透过祈祷，祈祷的时阵，这个关系坚固，咱的信心就坚固，安尼就袂动摇。安尼咱的对主的疼心就袂来消失，而且咱绝对会结果子啦。所以伊想一办法，无论安怎，都是要互咱来离开这个上帝。所以咱定来发现咱去哩这个网络面顶2点钟、3点钟，网购到半暝2、3点，咱会忝袂忝咱若安尼祈祷、读圣经10分钟，足忝的，都用要困去所以咱来看，这个有人讲读圣经是足好的一个安眠药你也困袂去甲看圣经10分钟都足好困的。不过咱要知灵修祈祷是咱生活内底上学得提修的，不过却是咱每一天上需要提修的，上难的，不过是上需要的。咱来看摩西的一个属灵的经验。伫出埃及记内底，这段圣经章是记载摩西去西奈山面顶，上帝来对伊颁布这个10条诫。伊讲啥？耶和华的阳光会款是亲像火烧伫山顶，以色列人亲目看见，
摩西入云中上山，摩西伫山顶40日40暝啊。摩西伫山顶几工的时间？40日40暝，拢教啦，教耶和华的即个阳光面对面。所以40天落山了后，落西奈山，摩西啊啦，毋知影家己即个面已经啦发出耶和华的阳光啦。所以摩西伫即40天的时间，一直甲上帝做伙，甲上帝的阳光来面对面的时阵，伊的即个面顶的即个皮肤就发出即个阳光来。所以呢，摩西的即个属灵的经验是啥？嘛是咱爱学习的，就是咱绝对爱有一个时间，甲上帝好好啊啦，甲伊三同在啊，甲伊同做伙。基督徒咱的生活内要活得足精彩的，要有快乐，要有咱的生命是有彩色的，是结果子的。甲一项代志爱做，就是咱爱用时间来甲上帝同在。嘛是耶稣基督伫遮讲的，咱着定定伫伊的内底。有人讲，祈祷是属灵的喘气，读圣经是属灵的食饭，这是一个比喻。毋过足真实的，甲咱的祈祷甲读圣经对咱灵性生命的重要来讲下。无喘气，咱人就袂活；无食饭，咱人嘛袂活。相反，无读圣经、无祈祷，咱属灵的生命嘛共款袂活。有一个团队，伊有一遍去探访一个家庭的一个姊妹，去探访的时阵，即个姊妹就安那抱囡仔，坐伫即个团队的面前，团队就甲伊来问伊讲，你最近你属灵的生活安那？敢要敢会使哦？即个姊妹就讲普通的啦，哦，毋知安怎，就安尼无难无小安尼吼。有嘛好，无嘛好。这团队就问即个姊妹讲：你逐工有读圣经、有灵修的一个习惯无？即个姊妹就安那讲，有时间的时阵就甲祈祷一下，无时间就莫祈祷，就无祈祷啊。有时间的时阵就看圣经看较济，若无时间就无看。即个团队也足巧的吼，又马上问伊讲吼，你若饲恁囝吼，今仔日饲5顿。明仔载饲3顿，你后3工拢莫甲饲，会安那？这姊妹讲袂使哦，安尼囡仔会安那？会死去的吼。这团队就讲哦，你就是安尼来对待你内底的人啦，就是对待咱属灵的生命啦，对待咱的灵魂啦，有一顿无一顿安尼。所以咱常常甲咱内底迄个灵魂，咱属灵的生命啦，枵死啊！敢讲咱内底的人会遮尔软弱？咱看咱软弱的时阵，都是安那，咱常常拢无结连伫即个葡萄树，咱常常拢无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所以咱的灵性真软弱的时候，咱规个人就软弱；咱的灵性真爽扬的时阵，咱规个人就拢爽扬去。所以伫遮爱特别注意。咱若要定定甲上帝建立迄个关系，咱毋通甲咱的即个灵修、读圣经甲祈祷来起上去。最后，咱4月20咱开始吼伫即个秀兰州一直接线过活节4月20咱教会开始咧杀即个与上帝有约，吼。使徒行传的灵修，为虾米要杀即个活动吼？因为疫情的期间吼，咱有一些的兄弟姊妹无法度伫礼拜日来甲教会做礼拜，连这机会拢无啦。减在一礼拜，咱会用来接触上帝的话，甲上帝有结连，即阵连即款的机会减在嘛无。所以呢，咱就是讲咱要安怎来互即个兄弟姊妹甲上帝甲即个葡萄树。继续有即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咱就开始来杀即个读圣经、灵修的活动。所以毋望大家
伫即个读圣经祈祷默想的内底，咱会用安那来体会上帝对咱的心意。特别伫即个疫情的时阵，有祈祷，咱有真大的平安伫咱的内底。有祈祷，咱就知上帝要透过祈祷，甲咱的所有咱的生命内底即个惊吓、即个负面的情绪拢交托互伊，赐互咱是完全的平安。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你借着这段经文，互阮知，主你对阮每一个你所创造你所疼的囝儿，阮的一生拢有一个真水的计划，都是你爱阮活出结果子丰盛的人生。主，阮常常软弱，因为阮无甲恁结连。主，阮恳求你透过今仔日的圣经节，你搁来提醒阮，互阮常常伫主的内底，互阮照着甲你亲密的关系，互阮对你遐来领受对天顶的快乐、平安甲你丰盛的听。主，阮将今仔日阮所领受的，你来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即马做伙来吟圣诗498首，主的福音真道理。请大家准备奉献。
教会消息：一、办公室整修期间，干事甲牧师办公地点调整伫4楼甲5楼。第二，后礼拜日5月初10是母亲节赞美礼拜，请会记哩甲咱的老母致意、甲请安、甲感谢。后礼拜2场合并一场伫10点半的第2礼拜。三、社会公告，配合政府对武汉肺炎的防疫政策，本会自会调整，对4月初5开始暂停主日礼拜堂的礼拜。第1场甲第2场拢只有视讯直播，会友请伫厝内加入网络直播的礼拜。第2，暂停礼拜期间，会友间会关怀请中职团契关怀小组利用 email、line 或是电话，甲张牧师办公室联系。4月20摆开始，本会推行甲上帝有约使徒行传灵修。头拄牧师已经有伫正道时有讲，第3礼拜的进度表示5月初4，彼得实践耶稣的新约应允；5月初5，彼得甲哥尼纽；5月初6，彼得超越福音的界限；5月初7，信主犹太人向外邦人宣告；5月初8，圣神甲先知对未来的提醒；5月初9，希律王的占卜。第5，暂停礼拜期间，请兄姐继续为教会的事工奉献，会使伫上班时间交予办公室，也是采用银行汇款，也是 ATM 转账，拢总会使。汇款了后，若要记名，请甲办公室黄干事确认。第6，去年2019奉献证明，请前来办公室领，也是联络黄干事寄挂号。第7，本会5月份妇女团契查经祈祷会成人主日学代笔包围讲座、长青乐活班、智慧型手机班、周6才艺班，因为武汉肺炎的高峰拢暂停。具体消息，请为着心所分姐、黄昭家执事、林sen惠姐、苏顺碧兄手术了的恢复甲复健，以及久长行动无便的人代祷。咱即马来正诗391首《鹅肉天顶主赞》。咱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伫地，对这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定格。